繼續關心天氣，今仔日開始受到風颱沙丁魚的外圍沉降影響。在北部宜蘭地區，這高溫是大約有34至36度，接懸有較燒熱。氣象署也有針對5個縣市來發布高溫的資訊，咱做回來看分圖。除了南部會拄著落陣雨，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濟雲到好天。過到苗栗以南的地區，甲東半部的山區會落雷公雨。暗時中部地區嘛開始落陣雨，明仔載是受到這個風颱影響上明顯的時陣，中南部攏愛嚴防大水雨。因為氣象署也已經佇今仔載8點半發布海上警報。咱等下來聽氣象署佇頭拄則上新的記者會說明。颱風呢已經來到了台北的東北方，大概52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。這個位置也是馬祖的東北東方，大概560公里左右的位置。這個颱風目前還是一個中度颱風哦。那我們預計未來它這個颱風會逐漸的往西南西以及偏西的方向，逐漸的往台灣北方海面的前進哦。所以暴風圈的邊緣預計會在明天的這一段時間掠過馬祖北方的海面。因此，我們要持續提醒台灣北部海面當中馬祖附近的海面，要特別留意這個颱風在明天可能會造成強風、大浪以及明顯降雨的狀況。後續這個颱風預計會持續的往西前進，大概在28號的中午前後，由中國的浙江省進入大陸地區。因此，接下來颱風的強度會明顯的減弱，而且暴風範圍會持續的縮小。不過這一段時間在明天還是颱風最接近台灣，尤其是馬祖地區的時候，所以要請各位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颱風的動態。